土耳其外交部10月7日表示，土耳其将继续关注东突厥散的侵犯人权行为。土耳其本周向第3届联合国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事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国家声明，敦促他们尊重和保障维吾尔族的文化认同和穆斯林认同。声明强调，联合国有关机构在记录维吾尔自治区人权状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声明还说，土耳其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希望中国政府让维吾尔族享有其他民族相同的权利，和平相处。声明说，土耳其将利用联合国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就维吾尔问题与中国建立直接有效的对话。此外，土耳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维吾尔侨民进行无限制的角色访问，希望中国对国际社会开放。中国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人进行的种族灭绝仍在继续，人们被任意逮捕并在拘留所遭受酷刑。根据一段来自东突厥散的录音，一名被中国当局叫到村委会的维吾尔人被杀，尸体没有交给家人。一名维吾尔妇女在微信中向朋友发送了语音消息，她说：“我母亲妹妹的丈夫在17天前被叫到村委会，上周五他去世的消息传来，但当局甚至没有将他的遗体交给家人。”根据录音，被谋杀的维吾尔人有3个孩子。哈萨克斯坦5月31日宣布为政治破坏受害者纪念日。每年5月31日，哈萨克斯坦纪念在20世纪上半叶由苏联政权和共产党实施的政治破坏中的牺牲者，举行各种活动并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为此，在阿拉木图举行了在1918年阿图克悲剧中被苏联破坏的维吾尔族纪念活动。因疫情而参加活动的有少数公众人物和知识分子，他们在演讲中纪念当时的政治破坏受害者，并强调以正确的方式向后代传授历史的重要性。仪式上还举行了颁奖典礼和为受害者祈祷。英国一位议员星期三在议会呼吁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包括在中国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问题上表明立场。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二也暗示英国可能会抵制这次冬奥会。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议会表示，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维吾尔穆斯林在中国受虐待，英国可能无法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拉布是在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上被问及英国不参加北京冬奥会以抗议中国侵犯人权的可能性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他说，一般来说，我的本能是把体育与外交和政治分开，但是有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周二公布一项针对14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过去1年，美国与其他许多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大幅增加。这项调查显示，受访的多数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偏向负面。调查在6月10日至8月3日之间进行，共有14276名成年人接受了电话访问。欧洲、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美国、韩国、西班牙与加拿大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了皮尤10多年前就这项主题展开调查以来的最高点。调查表明，对中国最不信任的国家是日本、法国和澳大利亚。